刚你感觉爸爸妈妈对你有乜嘅影响、心态嘅？刚刚听到妈妈蛮多的，哦，因为妈妈蛮严格，阿爸就很打发咯，哦，觉得他很认真教我，有耐心教我讲客语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让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哎、没有想过会变成这样子，从来没想过。因为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学客语是那个从黑天公落水啊，贵小给时节啊，因我哭，哦啊，那时候爸爸就教我练了1、2次，啊就觉得用文啊，嗡嗡啊，就讲不出来呢，就叫我不要再问他了。对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就内心就想说，可恶，这个可恶的客家话，我才不要学嘞。小时候真的有这样觉得。他也用养正了啊呢。对啊，而且你真的是，这也是一种墨菲定律哎。而且你做音乐真的像你讲的，就那个成绩非常好呢。你才一开始你就赢得奖的呢。大摆做就会赢得奖。你这个一开始有学到吗？有啊。就像那去年某麦克风安尼学到啊。一下喊有一下，劲来劲下。因为你做你的音乐真的就是很做自己啊，你也没喷出来。嘿啊，你就真嘅去做你这个想要做的东西，不过一出来就会给评价就过好，好像很快就有。跟你的画比，好像音乐真的，就是很快就收到很多过后嘅陈述啊、评价啊。刚刚我会应了应有 up 嘛，就是每次如果要做下一个尝试，好像也没有呢。我觉得你都还是在乱玩呢。不过最近有伫讨论老层面嘅团员讨论清醒嘅转型，方向啊。行忙啲啦，我有睇討論呢。可能係關於人生嘅挑戰安尼，互相來用嘅天數，人老人之間嘅關係安尼，呢一方面嘅各位安尼。